熟了熟了，妹妹。哎，拿盘揉勺。好嘞。闻着就香呀，哥。一会儿给你做一个麻辣的吧，更香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汤奶白奶白的。哎呀，好嘞，拿回去放凉吧，妹妹。好。我洗过。好嘞。哎，凉了，可以切了。先切肚子。我们草地羊肚就这样，肚子都是黄的。我们草原人都叫它黄金肚。切的肥肠。这羊肥肠可是提香啊，这东西嘎嘎香。装盘儿，看看我们羊杂只有羊肚、羊肠、羊心肺，不含羊肝，这就是我们草地羊杂。哎，妹妹拿着，好，来点油。炒个底料，来点葱姜片，炒一炒，来点郫县豆瓣酱，干辣椒，火锅底料，炝下锅更香。羊杂下锅，好嘞，多翻炒翻炒。这样做更香。来水。好嘞。好嘞。好嘞。来点大粒盐，盖上盖。好。羊杂呀，炖它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羊杂不怕煮，越入味越香。想吃软和一点，多煮一会儿。麻辣羊杂熟了。哎呀！来来来，好香啊！快盛吧。好嘞，快上桌。好，吃羊杂。来吧，这羊杂整点。来，先给妹妹来一碗。好，尝很久了，哥。再加点汤，撒点香菜，来吧。香吧？太香了，哥。想不想来一口啊？吃起来还是羊杂香啊！一点腥膻味都没有，纯草地高原羊杂。整点。太香了，哥。这羊杂配点8加1，越吃越香。我们羊杂没有羊肝，40%的肚肠，60%的心肺，吃着嫩，吃着脆，嘎嘎香。爱吃羊杂的朋友们来吧，嘎嘎香。太香了，来吧。